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星期一，12月15日，主题是活水。我们预备聆听，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它得到永恒的生命。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约翰福音4章7到15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一点水喝。”他的门徒已经到镇上买食物去了。那女人回答：“你是犹太人，而我是撒玛利亚女人，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说：“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以及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他也会把活水给你。”那女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哪里去取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给我们这口井，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自以为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它得到永恒的生命。”女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使我永不再渴，也不用一直来这里打水。”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阅读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时，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新的或令人惊讶的地方？她是一位勇敢的妇人，独自一个人来到井边，尽管井边坐着一个犹太陌生人，他仍然勇敢地走进水井。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来不和，彼此避而远之。犹太男子骚扰撒玛利亚妇人并不罕见，然而他急需水，这或许就是他选择在正午时分独自前来，并冒着被骚扰的风险的原因。我猜想，如果耶稣没有命令他，你给我水喝，他可能根本不会理会他。这并非一个礼貌的请求，他不但没有顺服，反而提出抗议。
或许他不确定是否应该与这位看起来疲惫不堪的犹太人分享他的水杯。耶稣没有责备他，而是对他说他从未说过的话，给他一个他从未给过任何人的邀请。他应该向他要水喝，因为他能给他活水。既然泉水或河水被称为活水，他自然而然地以为耶稣指的是普通的水。他质疑耶稣，耶稣便与他展开了一场理性的对话。他平等地对待他，而他也成了第一个开口求问的人。先生，请把这水给我。他虽然不明白，但他有勇气和信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人求取活水。你可以继续阅读他的故事，或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运用你的想象力，对耶稣做出你自己的回应。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主耶稣，你平等地对待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慢慢地引导她向你求水。今天我也感到口渴，也对你有很多疑问，求你帮助我今天活出这些疑问，并赐给我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向你求取活水。阿们。活出顺服，与耶稣对话。